来看屏东鸟皮头公园沿海步道风影真大，石头真侪真歹行，也捌有人伫遮去互小狗引咬去，则早就禁止出入啊。不过昨暝有人走来钓鱼，拄好把牢，其中2个人全掉伫咧石头顶悬。消防救索啊，遐石头前的同事撩水，画面看起来真危险。3位民众昨日无经过许可，偷走入去屏东鸟皮头公园海滨步道的禁区钓鱼。 煞伫暗时拄着电流，造成2人受困。消防甲民众救条，带牢互2人一时徛袂在。经消海巡特定单位接到通报，出动来去救人。开超过2点钟，才甲人平安救起来。加载2人拢无代志。钓客在礁石上无法上岸，因浪大危险，立即架设横渡系统，由攻击手沿着绳索将2位钓客安全救出。 现场采禁止入去的告示牌，民众走入去的海滨步道，因为大岩真危险，无好行。过去个捌传出游客互小狗影赶走的意外，所以早就公告禁止入去。但是3不5时有人偷走入去，困管处甲保安总队不时咧巡，看到有人就扣扣引走。本案的救难地点非常明确，是违反了垦丁国家公园禁止事项的第12项，禁止进入猫鼻头公园的 海滨步道，违反者可以处罚3000元。因为新北广兴桥侧边才发生民众违规耍水、渡水的意外，造成2位消防人员殉职。困管处唔但对3位偷走入去的民众分别罚3000块，也提醒大家莫到危险的水口钓鱼啊，也是耍水。甲免发生意外的时，唔但害死家己，搁爱互救难人员都性命救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